台中市政府的顾问也包括市政甲民政的顾问，目前大约1300人，是加过征调一倍。有议员就在质疑讲，市府是咧乌白发聘书、乌白咧请。不过市府是强调，法规上并无限制人数，会增加嘛是因为即马拢咧拼建设，所以更加重视各界意见。 无论是新村团拜，也是重大建设开工，拢会当看到市府顾问参与。台中市市政甲民政顾问有1300多人，去面台批评聘雇无准则，也阁动用第2美金19.8万制作背心，都骗议会监督。甚至说，是不是他们借由这个市政顾问或者民政顾问，那到各公务机关，是不是有说所谓的不管是指导或关心等等，我觉得都比较不适宜。对于这一个相关的市政是有帮助吗？ 甲林佳良担任市长相比，市政甲民政顾问大约600多人，罗秀燕年来是慢慢增加到1300多人。虽然拢是无积极，但是4月参加活动，身份啊亲像是市长的代言人。也后面台调过市政顾问遴选基准，发现敢若有标注10项的资格，甲台北市比起来，也阁有写明任务遴选定数等等，感觉是真如此。人民当然会不知道他来的用意以及他代表的身份是什么，所以我想一定要有一个要点，以及要有相关的标准规范去做这样的一个检讨。台中市府表示，顾问是无法定人数的限制，增加主要是台中目前是大建设的时期，需要听取各方的意见，加咨询地方的事务。台中市正处于大建设时期，以及配合中市人口不断攀升，将达到285万人。 各项市政建设经需积极规划筹办，需要广纳各界建言。学有专精、从政经验丰富或对民政业务贡献良多社会贤达人士担任民政顾问，借此广纳建言，以作为提升为民服务市政参考。市府强调，动用第2美金买背心，是因为顾问人数的精简，而且顾问袂当代表市府，会提醒遵守规范。记者台中报道。